嗨，大家好，我哋係嚟自香港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嘅中四級學生，我係吳俊熙，我係劉迪飛。今日我哋會同大家一齊嚟製作呢一張嘅電子賀卡。首先介紹材料，材料包裡面有一粒電池、一粒銅箔片、一些 LED 燈同埋一張由我哋中二級蕭思琪同學所繪畫的電子賀卡。圖像主題為點耀星光、閃耀綻放，稍後會在圖中放置 LED 燈。咁至於工具方面，我哋要用到嘅工具會有一把鉸剪同埋一個大頭釘。咁如果冇大頭釘，都可以用一啲尖一啲嘅工具去代替，但係要注意小心使用，唔好傷到。如果有齊材料同埋工具，現在我哋就開始製作賀卡吧。開始啦。首先打開電子賀卡，你會見到有一個電腦圖。按圖中灰色區域，我哋用鉸剪同埋將銅箔片剪成不同的段落。銅箔片背後有粘性的，所以就像膠紙一樣，撕掉背後的白紙就可以分段貼在電腦圖中。提醒大家，所有灰色嘅地方都要貼上銅箔片，而每段嘅銅箔片都要互相重疊。咁電池下面亦都要貼上銅箔片，就好似咁樣。跟住我哋攞一粒電池同埋一粒 LED 燈。LED 燈是長短腳的，記住長腳為正極，而短腳為負極。將 LED 燈放在電池兩極。看看 LED 燈是否亮着，然後逐一測試。我哋提供 LED 燈有唔同顏色同埋效果，我哋可以自由搭配。如果挑選咗6粒 LED 燈都可以亮着嘅話，咁我哋就可以去下一個步驟。我哋將電池放置喺銅箔片嘅上面，記住電池嘅負極向下，咁樣可以能夠接觸到銅箔片。再剪一小段嘅銅箔片，當膠紙咁樣黐住喺上面。提醒大家，呢一段銅箔片唔可以同其他嘅銅箔片重疊，就似而家咁樣。好電池之後，我哋又將卡嘅左下角圓虛線接上，令銅箔片正極可以接觸到電池正極。下一步驟，我哋去賀卡嘅正面，用大頭針喺每朵煙花身上拮穿2個小孔，小心一點，不要太大。另外，天空上面的星光位置都一樣處理。然後反轉張賀卡，再用大頭針在電腦圖下方3組位置都拮穿2個小孔，然後就將 LED 燈長短腳插入小孔，要留意卡背面所顯示的正負極位置。然後就將 LED 燈長短腳穿入小孔，但要留意卡背面所顯示的正負極位置，不可以調換錯誤。插入了所有 LED 燈後，我們就打開電子賀卡，將 LED 燈的長短腳分開屈曲，按到銅箔片上，再剪一小段銅箔片，當作膠紙固定 LED 燈每一隻腳。完成後就好像這樣，合上電子賀卡，輕輕按壓卡的左下方部分，你就可以看到點亮星光、閃耀綻放。這張電子賀卡就完成製作。我們已經完成製作這張電子賀卡，我們希望你會明白當中的運作原理，從中學習相關的知識。如果你明白的話，材料包裡面還有一些剩餘物資，你又可唔可以自己設計另一張電子賀卡？如果剩餘物資不足夠，我們歡迎你們聯絡我們，嘗試索取新的物資。我哋係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，再見。